我咧赶甲憋开真正有够恐怖，讲到恐怖来看高雄这个负责人。高雄这个负责人顶个月到寿山动物园去佚佗，伊若食胖，咱咧等这个动物园开园，这个牧场里有几只咧山猴呢，强咧冲进前，将伊胖甲抢去，佮将伊倒手呢咬溜皮。送到病院了，发现讲伊这个腱肌肉已经断去啊，后续佫需要长时间的复健。园方就提醒讲，园区内面拢有伫放送，入园了后唔通食物件，嘛唔通有山猴看到物件。园区嘛有设一寡食物件的所在，乡亲一定要遵守。来到寿山，四界拢会当看到大细只的台湾猴。不过，真正有一个60岁的查某人来到寿山动物园准备食胖的时阵，煞捡20几只猴来抢野胖来食。倒手捡了甲溜皮着伤，送去病院，身体期间已经断去。治疗了后，爱搁真久的时间复健。发生这件代志，园方讲园区内底拢有广播宣导。 我们会有保全人员在园区定期的巡逻，那我们会利用一些像鹤阻的空气气弹枪，那让猕猴就是不会靠近园区。园区人员提空气清净管，附近每家店家也拢做好准备。要准备这种啊，他拿起来他就知道了，他就知道。无民众感觉要进园区内底卖食物件，本来就不可以就是喂食啊，那你食物本来就不能出现。我们就尽量不带食物进来。园区嘛提醒游客来到寿山山顶，食的卖炸出来，这要互狗走来抢食的。